夜來電來伴我坐，默然但仍默許我，幾乎可別離終身。挂个样了！门外说呢？ Ты мне должен $500, сука. 刚满18岁。Oh my god！ Look at me， 我就是不要来救我！不要！